從深圳打車過嚟，差不多2小時。首先睇下珠海嘅居住環境。酒店隔離就係新蘇豪時尚天街，入住錦江都城酒店。今次我哋入住嘅係複式設計嘅酒店房間，總面積大概60平方米。整體嚟講，我幾喜歡佢哋嘅房間設計，略顯浴室比較細，同埋淋浴間嘅地腳線有啲滲水。酒店樓下就係新蘇豪美食街，我哋揀咗風生水起海鮮酒樓食午飯。食完飯就喺附近嘅商場周圍逛逛，熟悉下環境。如果唔鍾意呢度嘅話，又可以打車去富華里同埋 Midtown 兩個商場，只係大概10分鐘車程。發現到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日頭嘅時候，商場嘅人流非常之稀少。行下，我啲團友又揾到有甜品食啦，你睇佢哋幾開心。有朋友介紹一間按摩店，叫做有井有田，喺珠海有4間分店。除咗按摩，仲有免費嘅湯水、小食、甜品送。第2日嘅上午，我哋嚟到圓明新苑。首先入眼嘅係正大光明殿，仿北京圓明園核心宮殿，展現皇家氣派。詳
牆壁上都係中醫藥嘅展示區。圓明新院係一座以北京圓明園為藍本，融合中國古典皇家建築、江南園林景色嘅大型主題公園。原來依山傍水、泛舟遊湖，或者係漫步長廊，都係一件賞心樂事。閒逛一圈，歷時3小時，已經包含下午茶時間。團友們被呢隻青花瓷杯吸引入嚟飲咖啡。下晝我哋嚟到九洲道購物公園，這園主打傳統廣府風味，啫啫煲。飯後繼續 shopping。
團友們從來未試過喺超市食海鮮，今日帶佢哋嚟體驗一下。位於九州道地下街嘅天虹超市裏邊，游水基圍蝦，當造嘅大閘蟹，團友們都大嗌價錢便宜又好食。今日嚟到景山公園，坐索道上山，登高望遠。首先入眼嘅就係香爐灣嘅景色。喺山頂望落去，仲可以睇到珠海市同埋日月貝。下山後，我哋第一件事就係去到豬肉婆私房菜食個午飯。
入到依間餐廳，首先周圍框框拍照打卡係指定嘅動作。終於有位開餐啦！團友食得非常開心。飯後喺正方休和會城市陽台逛下。我哋喺呢度打車去日月貝珠海大劇院，係中國唯一一座建於海島上嘅歌劇院。劇院由一大一小兩個貝殼組成，小貝60米，大貝有90米咁高。建築風格仿歐式街區，係珠海知名嘅商業地標之一。由於喺珠海經拱北口岸過澳門係非常方便快捷，我哋跟住落嚟去咗澳門玩咗幾日。
今日嘅目標係愛情郵局，由情侶路出發。香爐灣沙灘嘅左手邊就係愛情郵局啦。大家而家望到嘅就係愛情守護塔。上去愛情郵局上面，喺露台望落嚟，沙灘風景好靚。愛情郵局裏邊其實係一間茶室兼夾售賣小飾物嘅店鋪。團友又展開佢哋嘅購物精神啦。喺愛情郵局向左手面繼續步行45分鐘左右就到達珠海漁旅。今日嘅晚間特備節目就係下灣燈光夜市，時間一夠，幾十個車仔檔一擁而入，開始做生意，場面非常震撼。我哋當然要去感受一下當地人接地氣嘅煙火氣息啦。食物主打係海鮮、燒烤、豐儉由人。唔好以為咁少人啊，10點後呢度就座無虛席啦。今日我帶團友嚟珠海環宇城4層高嘅室內河景商場，3樓有一個河景長廊觀景平台，打算食完午餐後就會去行下㗎喇。團友們一擁而入嘅係喜亭海鮮自助餐廳。裏面好多嘢食啊！大家睇下，淨係影食物都已經有3分半鐘長。如果大家覺得悶嘅，可以去片，快啲睇後邊。
今次已經係我第2次嚟呢度啦。呢間餐廳係抵食嘅，不過我提議大家閒日過嚟，冇咁多人，會食得舒服啲。飽餐一頓後，團友們去瘋狂購物，竟然忘記咗睇海濱長廊啦！如果你哋有去過嘅話，話俾我知啊！今日我哋喺珠海出發，打車過嚟橫琴嘅花海長廊。11月至12月係欣賞櫻花木棉嘅最佳時間。長廊分為5個驛站，全長有13.6公里，我哋當然冇行晒啦。喺橫琴嘅花海長廊，仲可以眺望澳門嘅景色。我哋嘅行程圓滿結束啦，下一站係海南島，大家有興趣嘅跟住我哋一齊去旅行啦。從珠海金灣機場出發，55分鐘就會抵達海口美蘭國際機場。下集見。